第4章，釋迦牟尼佛珍貴嘅發現。跟住落嚟，我可能需要再把古人嘅觀念稍為打開。我哋識咗中道，隨住個人嘅體會同領悟不斷加深，回頭睇會發現聖人早就為我哋做咗非常徹底嘅整合，而呢啲整合離唔開中道，係企喺真實睇一切。要談中道，我哋唔可能唔傾到釋迦牟尼佛嘅觀點。喺弟子留翻落嚟嘅記錄裏面，釋迦牟尼佛首先分享自己嘅經歷。佢本來係王子，過住充分體會貪嗔癡嘅人生，無論生活嘅舒適或男女嘅享樂，佢想要幾多就可以得到幾多，其至多到將時間佔滿，淹沒全部嘅注意力。突然間，生命俾佢一個缺口，俾佢意識到呢啲人間嘅喜樂唔會俾佢永恆嘅寧靜、無條件嘅快樂、跨越時一空嘅平安。佢開始過相反嘅生活，將人間嘅快樂完全斷除，唔俾自己得到一啲身體嘅舒適，甚至連最基本嘅需求都唔去關注，唔俾自己飲食、活動、瞓覺，用各種苦修好似喺度懲罰自己，逼自己完全把身體放棄。後來佢發現，即使透過人間難以想象嘅苦修，靜咗嘅功夫，到咗最高嘅無想定，即無思無想嘅三摩地 Nirvikalpa Samadhi， 而得到超越嘅水會，仍然係一種人間嘅成就，既唔係永恆，亦唔係無條件，同過去身體層面嘅快樂本質上係一樣嘅。喺人間，釋迦牟尼佛將享樂同苦修嘅兩個極端都經歷咗，都唔係真正嘅平安，真正嘅涅槃。不知不覺，佢發現好似仲有一個真實不落喺人間嘅兩個極端，亦不落喺人間嘅任何一個現象。佢喺世界之外，冇接軌於相對嘅軌道，係一個超越嘅觀念。呢個就係我哋呢度傾嘅中道。釋迦牟尼佛成道後最早嘅幾次分享，反映佢企喺真實嘅領悟，以及將呢啲領悟同埋人間接軌嘅認識。佢為眼前嘅人將人間修行嘅經過歸納出苦、集、滅、道呢4個基本嘅機制，後來嘅人稱為4聖態。換句話講，人生充滿咗苦，包括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，而苦嘅本質係無法避免嘅。苦嘅來源即集，係人嘅慾望同執着嘅總和。煩惱與貪愛讓人持續輪迴，有生有死。若果將苦嘅可能性消除、消滅、斷除煩惱同慾望，人可以達到涅槃，脫離輪迴。而方法就係道。從4聖態嘅道胎態，釋迦牟尼佛再進一步打開具體嘅修行方法，亦即係後來嘅佛教徒知嘅8正道，包括正見、正思維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，企喺真實有正確嘅理解同觀念，正確嘅諗法同思考，正確嘅語言，正確嘅行為，正確嘅生活態度，正確嘅努力，正確嘅專注，正確嘅禪定。釋迦牟尼佛喺醒覺後最早嘅分享，透過8正道已經喺度執行嘅層面，除咗正確嘅理解、思考、表達、努力、專注同禪定，更離唔開正確嘅行為同生活嘅態度，亦即係波羅蜜 Paramita。後來流傳嘅論述，好似小乘佛教、南傳佛教講正業，即正確嘅行為；大乘佛教、漢傳佛教強調六道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智慧。小乘則有十波羅蜜，亦都離唔開行為。我哋嘅修行走到最後，如果無法從行為表達自身嘅領悟，咁亦只係喺頭腦嘅邏輯裏打轉，充其量係理論層面嘅領悟。有啲朋友會將理解特別獨立開嚟，賦予獨一無二嘅重要性，認為最單純嘅真理只需要重視正確嘅理解。然而我哋而家翻轉頭睇，就連釋迦牟尼佛醒覺後最新鮮嘅表達，都冇少睇重正確嘅行為積、正業嘅重要性，而唔係淨係傾理解同領悟。透過4聖諦、8正道，釋迦牟尼佛歸納個人醒覺之路嘅路標。透過中道傾嘅則係一個人企喺醒覺、企喺真實時會點樣睇世界，而睇到嘅世界又係乜嘢。
釋迦牟尼佛談波羅蜜，到最後更進一步點出般若波羅蜜 Prajnaparamita 就係智慧嘅重要。華人不見得知道大般若經，就算知道，亦可能因為篇幅非常大，好少人有機會從頭到尾讀完。但一定知道心經同埋金剛經，甚至會當作每日朗誦嘅功課。呢兩部經都係大般若經嘅濃縮，強調空性嘅觀念。心經提出色即係空，空即係色，而金剛經強調無住生心，徹底破除一切執着。呢啲教法成熟到一個地步，連一少少都唔俾我哋去捉，冇乜正確嘅睇法，亦都冇乜正確嘅念頭。一切空與有係兩面一體，冇乜嘢叫做人間所講嘅空。人間所講嘅空係一種人為嘅觀念，係頭腦嘅產物，係人做出空或有嘅分別。釋迦牟尼佛到最後所停嘅就係中道，佢所講嘅唔喺呢世界，唔喺人間，唔喺呢相對嘅層面，而係喺絕對嘅層面，亦即係我一再講嘅從真實睇住人間，